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咁之前都應承過咧，同大家講下香港嘅強積金市場。咁呢個咧，其實喺上星期嘅強積金管理局咧都發表咗一篇網誌啦。就其實已經係回顧咗成個強積金個年度表現啦。咁其實2024年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強積金嗰個市場表現咧，係2020年以嚟咧最佳紀錄㗎啦，亦都係連續2年咧有正回報。講緊整體回報率咧係9.3%，比起2023年嘅3.5%咧係明顯係升幅進一步擴大啦。咁亦都係扭轉咗之前嗰個蝕錢嘅情況啦。咁如果計翻每個打工仔咧，舊年其實都賺到講緊22000幾蚊嘅強積金，咁真係都算係有個交代喎。講緊有近1成嘅升幅，咁而整體強積金嘅總資產咧就去到1.3萬億港元啦。咁相當於475萬個強積金嘅成員啦，每個帳戶平均結餘咧就係27萬幾，咁27萬幾當然就係一個平均數啦。咁其實如果大家計晒，如果40年大家都係供嗰個最低嘅強積金冇自願再額外供款咧，其實都係講緊130-140萬到嘅強積金回報啦。咁27萬呢個數咧就應該係一個拉勻嘅數字。咁如果咁樣嚟睇，其實2024年嗰個強積金市場咧，其實表現都唔差嘅。咁值得留意就係其實喺舊年咁多月份入邊咧，強積金嗰個表現回報咧，都唔係個個月都賺錢嘅。講緊真正賺到大錢嘅咧，係講緊9月份，講緊嗰個整體強積金咧係賺到萬幾蚊。咁呢個其實好大原因，正正係我之前都有解釋，924人行救市咧係推高咗中港股市，而中港股市亦都係佔強積金唔少成員一個比較偏大嘅比重啦。咁但係去到12月咧，其實大家又見到因為嗰個股市調整加埋債市下跌咧，嗰個債券基金有回吐，咁所以舊年12月嗰個整體單月個表現咧，亦都係有個比較大嘅倒退。咁其實講緊舊年咧，2024年咧表現最好嘅強積金咧，其實都唔意外嘅啦。其實講緊就係美國嘅股票基金，講緊全年回報咧係2成3，已經係連續第2年咧有即係雙位數嘅回報，亦都係咁多個基金類別咧表現係最好嘅。呢個當然同美股嘅強勢。特別係一啲所謂科技相關嘅股份不斷創新高都有關。咁而其次咧就係其實係講緊日本嘅股票基金，雖然日股喺年底嘅時候曾經有啲回吐，咁但係日經平均指數舊年都曾經上過4萬點啦，重返個歷史高位啦。咁所以其實日股個基金咧其實整體咧都有2成嘅升幅。咁跟住到我哋嘅中港股票基金啦，咁講緊呢個回報大概係1成半啦，咁都係其實係講緊輸咗3年以嚟咧，係到舊年咧，終於有一個見底反彈嘅情況，咁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狀況啦。咁變咗就係相信同嗰個內地嘅政策市主導住咧，亦都有好大關係。咁但係舊年年底大家都見啦，開始政策救市嘅力度放緩，亦都令到譬如包括恒指同 A 股由高位又再回落。咁呢個喺今年嘅部署咧，亦都係需要即係大家去關心去留意。咁至於其他一啲強積金嘅類別咧，其實就見到表現就各異啦。整體嚟講，環球股票都仍然係有近1成4，都係其實跑贏嘅。咁但係其他一啲，譬如講緊混合資產，混合資產係咩咧？其實就係包括咗既有股票，亦都有債券。咁但係每間公司強積金管理人都有唔同嘅類別，有啲股票比重高啲，有啲股票比重低啲啦。咁呢度可能中間自己就要即係有個區分。咁另一個值得講嘅，其實就係嗰個所謂 DIS 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呢個就係大家而家都成日講嘅一個懶人基金嘅組合。其實就係由強積金管理局要求每間嘅基金公司咧都要有呢個所謂懶人基金嘅一個策略安排，就係用一個比較低嘅基金管理費嘅投資策略，咁就主要係可能係追蹤一啲指數啦，或者係一啲相關嘅股票市場，用一個最低成本嘅方法去投資強積金，
而舊年咧出現嘅情況都幾特殊，就係講緊佢嘅整體回報咧都有9.3%，咁其實係一啲都唔差。如果你講緊其他整體回報可能都冇一個咁好嘅理想嘅表現嘅時候，有到9%嘅懶人基金咧，其實都一啲都唔爛喎，真係。反而我相信好大原因係因為嗰個基金管理費咧喺呢個類別咧係平均個管理費用係特別低，咁呢個亦都係推高咗整體嘅回報。咁而反而債券基金係只係得2.幾% 啦，其他譬如保證基金啊都係得2%啦，呢啲表現咧就相對嚟講應該係比較令人失望。咁呢度我想講下，其實喺咁多個強積金類別入邊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實唔同嘅基金公司都有唔同嘅即係基金嘅安排俾大家揀啦。咁但係其實總離不開咧，都係講緊7大類別。咁當然最容易理解嘅就係股票基金啦。咁因為呢個係即係大家好多人都會即係識得去買嘅。咁至於你話中間揀美股揀港股，呢度後邊可以再講。咁而其他譬如頭先講有債券基金，亦都有頭先講嘅混合資產基金，即係既有股票又有債券。而根據強積金嗰個法例要求咧，其實每個強積金計劃咧都係要提供一個所謂強積金嘅保守基金，基本上佢都係貨幣市場基金嘅類別一種啦。而佢只係限定咧係只可以投資喺港元資產，咁當中可以係短期嘅港元嘅銀行存款啦，或者係所謂一啲優質嘅債券啦咁。咁但係其實呢個類別嗰個表現咧就坦白講，其實表現就唔算理想。你講緊呢個保守基金喺過去一年嗰個回報大概都係3.7%，而由2000年以嚟咧，其實呢個類別嗰個表現咧，累計每年嗰個年均化嘅年率化嘅淨回報咧唔夠1%，咁所以其實保守基金咧就雖然話係保守，背後嘅原則話可能唔使蝕啦，咁但係個回報咧就嚴重既跑輸通脹，亦都比其他嘅基金類別咧係跑輸好多。至於頭先講到嗰個債券基金咧，其實年初嘅表現係唔錯，咁但係到9月打後，其實雖然美國聯儲局開始減息減咗3次啦，咁但係臨近年底嘅時候咧，因為市場開始關注，既係特朗普贏出咗總統大選，亦都係擔心通脹其實會重現啦。其實係令到美國喺2025年減息嘅空間進一步收窄，甚至有啲估計可能會掉頭加息。咁所以個債息咧係向上，令到債券基金個價格咧係向下。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反比嘅一個邏輯啦。咁債券基金咧喺舊年嘅過去12個月嘅表現咧，係唯一一個類別咧係出現蝕錢啊，講緊係跌咗1%，而2000年以嚟債券基金嘅回報咧都係得1.17%，一啲都唔理想。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喺嗰個整體香港市民揀強積金回報嘅時候咧，好大比重咧其實有40%半嘅人咧都係揀咗股票基金，而其餘有34%咧就係揀一個所謂混合資產基金，即係可能個風險冇太高。既有部分股票，亦都有部分債券，希望可以即係平衡兩者之間嗰個風險。雖然嗰個中港股票基金咧，舊年表現係有近1成半、1成6，咁係打破咗3年嗰個虧損紀錄。咁但係舊年每個季度咧，根據強積金自己嗰個公佈咧，其實每個季度咧都係錄得一個資金淨流出嘅，全年係流出咗超過100億，係105億，係表現最差嘅資產類別。咁其實呢個反映咗可能係大家喺強積金供款嘅時候咧，可能見到個股市喺特別係近年底見到一啲高位啦，都係寧願係套現，而最多人流入嘅錢係邊個咧？冇錯啦，就係美國股票基金，已經係連續2年個回報既係超過2成啦，亦都係吸引咗超過5成嘅強積金總資產咧係淨流入，係最受歡迎嘅資產類別，並且創下咗咧有紀錄以嚟最高嘅247億嘅淨流入。咁呢個都反映咗其實喺美股相對強勢之下咧，似乎大家喺揀嗰個強積金轉換嗰個供款或轉換嗰個資產類別嘅時候咧，都係傾向揀美股基金。咁呢個其實
喺過去3年咧，我哋都見到強積金嗰個淨轉換額咧，其實每年都有所攀升嘅。咁基本上都見到咧係強積金嗰個供款人咧，即係大家嘅打工仔咧，都係轉趨積極。咁呢個我覺得都唔係壞事嘅。其實大家喺揀強積金嘅時候，可以多了解一下自己嗰個基金係點部署，個策略點睇，每年係可能轉換一次。了解嗰個宏觀經濟狀況咧，都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唔錯選擇。當你話經常轉換，咁可能就會令你嘅強積金變成一個好短炒嘅狀況，呢個就唔係太理想，因為始終強積金都係講緊40年嗰個供款。咁2025年嘅表現係點咧？咁正如頭先講啦，因為特朗普上台，似乎佢係對商界友好嘅。咁暫時美股睇咧，雖然曾經有過啲獲利回吐，亦都因為特朗普上台，令到美國嚟緊減息嘅空間收窄啦。已經講緊可能嚟緊今年利率期貨反映減息嘅空間可能只係減一次，甚至乎如果通脹係再上升咧，可能係會掉頭加息添。咁但係似乎暫時睇咧，美股嘅強勢咧未必會咁快出現崩潰嘅，可能短期美股咧都仲有力向上多一陣。咁至於中港股票咧，就真係比較難睇啦。正如頭先講，而家中港股市都係一個政策市主導，喺政策唔明朗嘅情況下，特別係到底北京嘅北大人到底點樣睇而家嗰個經濟狀況咧？我講緊2024年個經濟，原來係達標有5%嘅，咁我嚟緊係咪仲需要好強力嘅政策去救市咧？呢個其實都係我心目中嘅一大疑問。如果救市力度有不似預期咧，中港股市會唔會又陷入過去3年其實係每年出現一個回吐嘅狀況咧？呢個都係值得即係大家打工仔留意。咁所以即係通常大家可能覺得廢話啦，但係可能一個多元化分散啲嘅市場嗰個部署咧，都可以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考慮。咁但係呢度我想講咧，其實雖然話大家喺投資強積金嘅時候會揀一啲邊啲市場係覺得值得去令自己嗰個退休金係可以增長得較快，但係我反而想講，大家要留意咧，喺揀基金嘅時候咧，有一啲地方咧，可能都要諗下係咪應該避開一啲所謂主要嘅風險。譬如我哋講緊而家強積金，因為政府已經係準備咗咧，係優先俾強積金咧係認購香港政府發行嘅綠色債券同基建債券。咁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唔係一個好嘅信號，因為大家記得舊年年底香港發行嘅基建債券講緊200億。居然最後係出現一個認購不足嘅情況，咁呢個固然係因為佢3.5% 嘅回報並唔吸引啦，咁亦都市民係擔心到底香港政府嗰個財政赤字問題會拖延幾耐咧，咁所以出現一個認購不足。咁但係政府自己都講咗啦，雖然個人投資者係認購不足，但係機構投資者嗰方面咧有成3-4倍個超額。咁其實呢啲機構投資者咪正正就係嚟自一啲保險公司、銀行同埋頭先講強積金個資產類別咯。咁如果佢哋係政府係將呢啲基金係發基建嘅債券係發行俾呢啲強積金，咁我相信嗰個基金託管人亦都會好樂意去認購政府嘅債券嘅喎，因為呢啲係 other people money 啊嘛，我幫你託管啫嘛，咁我幫你用嚟支持政府，有咩問題咧？咁但係呢個會唔會背後其實反映當香港政府個債務不斷上升，其實嚟緊嗰個發債成本不斷向上，其實會影響到呢啲債券嗰個定價，以至最後會唔會影響到大家打工仔嗰個回報咧？咁呢度喺揀選基金會唔會需要避開呢啲有政府債券嘅一啲強積金類別咧？係需要留意。另外一個就係人民幣債券，因為早喺2021年咧，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咧，將強積金便利化咧，投資喺中央政府同內地嘅所謂一啲政策性銀行嘅債券。咁呢個包括咗3間，包括係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同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我都曾經寫過，其實呢個可能變相就係將打工仔嘅強積金咧，係變相係用嚟去支持政府、支持中央政府。因為呢啲係政策性銀行，其實都係講緊係跟隨北京嘅政策。咁但係呢啲
人民幣債券其實我睇翻個別有啲過去一年嗰個表現咧，其實個回報都唔係太理想，部分可能講緊去到舊年年底咧都係得大約1%嘅回報，係完全跑輸咗整體基金裏邊。咁呢個其實喺咁嘅背景之下，當強積金要投資喺呢啲政策性銀行或者係中央政府發行嘅債券，回報同風險係咪成正比啦？呢個係我關注。咁再者咧，就係強積金喺過去4年咧已經容許投資 A 股噶啦，咁而嚟緊咧亦都會話會放寬咧，係容許投資 A 股嘅一啲 REITs 啦，即係所謂一啲房託基金啦。咁但係大陸嘅房地產市場係咩境況，大家心中有數啦。咁根據政府舊年底表示咧，強積金對 A 股嘅投資規模咧已經達到240億噶啦。咁顯示咧似乎好多機構咧都將 A 股個配置比例咧係大幅提高，咁呢個亦都顯示大家打工仔嘅回報同 A 股市場掛鈎啦。咁但係過去4年入邊，大家見到有3年嘅 A 股表現都係相對疲弱。如果睇翻舊年嘅中國指數基金咧，儘管有啲基金嘅年度回報可能達到10幾、20幾個 percent，但係如果再拉長啲講緊3年嚟睇咧，平均回報都係下跌2成幾、3成嘅。咁由一個比較長遠角度睇啦，因為強積金實際係一個終身投資啦，似乎回報並唔係咁穩定。咁變咗就係亦都特別受政策性影響啦。咁所以喺揀選呢啲所謂A 股市場嘅時候，我哋係咪需要避開呢啲相關嘅風險咧？我覺得都係大家需要留意。咁所以即係呢度分享唔係話大家要揀邊啲市場，反而我覺得係點樣去避開一啲覺得可能有風險同回報唔成正比嘅一啲強積金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好啦，今集我暫時分享去到呢度啦。咁呢個題目比較複雜一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再講下之後可能做一啲嘅回顧啦。到時再同大家講下強積金市場嗰個表現係點樣。我哋聽日再會。